讲到这个一例一休实施到今得要3年了。韩国瑜讲，这个企业主甲劳工拢有真侪怨言，伊若当选总统，会主动来甲废除。蔡英文竞选办公室是请韩国瑜爱先武好清楚才来讲。民进党的立委嘛来宣讲，民众袂过来相信到韩国瑜所开的巴拉票咯。不过国民党的立委讲，这项政策一定是打来选总统辩论的焦点。那如果要继续连任，是不是有诈骗的行为？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前，拢靠批评蔡政府引起注意。请假后遭选战，发讲就任后要废掉一例一休。我觉得是不是取消，它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冲击？其实值得深思啊。现在讲了那么多的政见的巴拉票，你还会相信他吗？可能也是在未来在总统大选的辩论上面的一个重要的焦点。修正通过。每劳工每7天至少会使休困2天，一例一休实施后，要袂少摆上街落抗议，就算已经实施要3年啊。蔡总统已经知影讲啊，过去定了伤过死的所在，咱爱来检讨来改。啊，现主是会当讨办，拢尽量有在讨办。除了劳工议题，和资方较烦恼的是，听讲中国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，明年6月到期了，可能会停止。不管是影响这整个 ECFA 是整个架构性的，或是个别的案子，我们都非常的关注。经济部会提早做准备，嘛重申讲 ECFA 对台湾外贸影响，敢若占5%，就是无希望讲当上政府的议题，佫产生效应。